为解决部落公墓满葬问题，秀林乡公所于114年3月20日在景美村科澳湾部落办理秀林乡景美村加湾纳古墙启用仪式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代表会主席骆燕玲、副quân旗办公室主任柏江生、北区服务中心主任游黄明、县议员陈美莲、景美村长田广珍、嘉明村长游焕清皆一同到场恭贺启用仪式。从110年开始，咨商同意过后，终于我们的纳古墙完成了。每个部落目前满葬的问题慢慢的消减，秀林乡公所也会为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继续来努力。我们代表会跟我们公所还是要继续朝我们纳古墙的方向来走。希望大家能够再继续努力。感佩我们秀林乡公所我们的王玫瑰乡长，还有我们骆主席大家一起来合作的这个推动。过去泰鲁格族传统殡葬习俗以土葬为主，本乡既有18个部落，15处合法公墓早已不敷使用。受限山区环境、地理位置，新建纳古塔难度极高。秀林乡公所在乡长王玫瑰的政策下，积极推动采用纳古墙形式，改善因墓地不足而产生的满葬、乱葬问题。秀林乡景美村加湾公墓纳古墙工程占地约310平方公尺，2座纳古墙单面设计共2面墙，每面114个骨灰柜，总计共228个柜位。期待本乡的纳古墙设施在代表会、公所及各位乡亲的努力推动下，能逐一且顺利的完成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。